好，大家好啊！咁去到的士 Biology 啦，今日咧就係為大家去分享咧 ESE Bio 2026年嘅最後一課啦。咁啊，當中咧呢一課咧對於大家嚟講都非常重要嘅。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喺25年份卷入邊咧，其實好多同學都反映話份卷深咗喎，咁落到我又做唔切份卷喎。咁當中如果你去到26年嘅話，究竟你要抱着一個乜嘢嘅心態去做呢份卷咧？咁今日的士 Biology 嘅分享咧，希望可以幫到大家手。第二件事咧，隔離咧都有篇文章嘅，有興趣嘅同學，當你温書嗰時候，温到冇心機嗰時候咧，你就可以睇睇呢篇嘅文章，希望可以鼓勵到你，俾到力量你咧，嚟緊4月20號咧做 DSE Bio 嗰份卷啦。好啦，第一個提醒咧，大家一定要留意翻清楚咧，就係呢個時間管理嘅安排啦。咁時間管理嘅安排點解咁重要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25年或者24年咧，都有同學去反映，喂，份卷深咗，跟住咧唔夠時間做。所以咧，第一個嘅提醒就係咩咧？一定要嚟緊26年份卷，一定要做得晒所有嘅題目，呢樣嘢先係最關鍵。OK，因為如果你唔寫嘢嘅話咧，其實落到去個 marker 咧都未必能夠俾到分數你，所以一定要務求將所有嘅答案填滿去。好啦，第二件事，過去嘅影片入邊咧都有分享到嗰個嘅情況嘅。咁當中入邊嚟先做 MC 先啦，咁落到去千祈唔好做 long quest 先喎，唔係一分分鐘咧你做完 long quest 用咗好多時間，MC 唔夠時間做大劑嘅。當你做 MC 嗰時候咧，記得大約喺35分鐘內要完成啦。當然啦，你做卷嗰時候可能多1-2分鐘唔係問題，但係多成10零分鐘就唔可以啦，一定要飛走啦。OK。第二件事嘅就係做完 MC 再做 long quest，去到最後做 essay 嗰條題目咧，剩翻20分鐘時間到就差唔多㗎啦。OK。所以咧，當中大家 check 卷嗰時候咧，第一樣嘢一定係要打開個 essay 嗰度，先睇咗 essay 問咗啲咩題目先。咁啊，當中入邊睇咗之後，跟住一路做 MC 同埋 long quest 嘅情況之後，就諗下條 essay 點樣去寫。但係當然啦，25年份卷入邊嘅 essay 咧，咁啊，哇咁多年入邊最難嗰條嚟嘅，問呢一個譜系，再問呢個基因工程。咁當中入邊大家你就要留意翻如果真係我唔識做嗰條 essay 咁點算咧？唯有就嗰個課題咧就爆寫，咁爆寫嗰方面嘅內容嘅話，可能你寫3-4行嘅話，可能你博到1分，而全2分你又博到1分嘅話，咁咪2分咯。OK，所以當中入邊咧，成個嘅技巧位就係咁，同埋落到去咧，通常咧，喂嗰條題目好深啊，咁點算啊？咁樣咁落到你咪就係做 A part 嗰條嘅問題，通常相對嚟講係執分嘅題目嘅。所以首先你做 paper one 嗰時候咧，一定要知清楚咧個時間安排。第二件事 paper two 嘅話咧，1個鐘頭時間入邊咧做4條題目嘅，咁平均即係15分鐘到啦。咁有啲快啲，有啲慢啲。但係其實咧 paper two 嘅要求咧，其實都係一啲嘅實驗題同埋數據分析題嘅。所以當中入邊咧，其實預15分鐘時間，你都要時間睇清楚個數據，你又要爆寫去分析。所以其實15分鐘咧，真係一條嘅頂盡。OK，所以當中入邊記住一樣嘢，個 tips 就係咩咧？個 tips 就係一定要做晒成份卷，唔好空啲題目。一空嘅話咧，其實落到去冇得再講落去㗎啦。所以呢一個就係時間嘅管理，你一定要留意翻清楚啦。咁啊，去到 E1 啦，E1 咧其實咧呢個選修科入邊咧，其實咧係好多同學仔去揀呢一個課題嘅。咁啊，當中入邊其實如果你話個溫法嘅話咧，其實你睇翻過去咁多年入邊咧，其實都係呢種出題嘅形式㗎啦。所以其實基本上咧，你去死溫呢個 past paper 咧，都應該冇乜問題嘅。但係當中入邊你真係要留意翻清楚一樣嘢咧，差略嘅問題咧，你一定要掌握到咧，究竟嗰個答題嗰個技巧，同埋落到去 E1 入邊嗰個技巧咧，其實都離不開 ADH 啊，例如散熱啊、心肺啊，同埋嗰4條激素嗰幅圖嘅。OK， 所以當中入邊，如果你温書嘅話咧，其實成10幾年嘅 past paper 都足夠讓你去掌握到咧嗰個嘅答題嘅技巧嘅。OK， 所以 E1 入邊嘅讀法入邊咧，其實簡單啲，咁落到去就可以以歷屆嘅 past paper 咧作為呢個温習嘅資料去温習啦。咁咧相對嚟講咧 E2 嚟講咧，其實個變化好大嘅。咁四個選修嘅課程入邊啦，OK，咁啊當中入邊其實 E2 嘅難度都幾高。但係如果你問翻我嘅話咧，我只係咁同你講，因為難，所以落到去咧，大家正就係呢一個搶分嘅機會啦。
如果咁難嘅題目入邊，你都能夠睇得清究竟嗰個文法同埋答法嘅話咧，你就係一個升 grade 嘅機會啦。好啊，當中入邊你要留意翻清楚一樣嘢。如果你真係要温嘅話咧，其實落到你要知清楚，其實咧最麻煩嗰個地方就係咩咧？就係好多圖表。咁你 Paper One 嘅話，其實已經開始都好多圖表、好多 graph 㗎啦。OK，而 Paper Two 入邊咧更加複雜，同埋落到更加多數據嘅。所以當你作答嗰時候咧，一定要證據行先，你見到啲咩嘢，然後落到去咧就用翻你過去歷屆咁多年嘅試題入邊。喂，咁啊當中入邊咁咪人哋問乜你答乜，咁其實基本上呢一個嘅單元入邊你去温習嘅話咧，其實相對嚟講嗰個嘅負荷冇咁大嘅，不過只係答問題嗰個答題技巧咧，你係要處理到。但係如果你真係要温書嘅話咧，咁落到你咪温翻 past paper 入邊過去。以前年代入邊嘅其實有好多，例如林用啊、殺蟲劑嘅特性啊，咁落到去移除重金屬嘅技巧啊咁樣，咁其實落到去來來去都係嗰幾樣嘢嘅啫。所以當中入邊咧 E2 咧相對嚟講咧會温書嗰個嘅層面上咧叫做冇咁深，但係個問題真係考核嘅技巧咧，其實大家就真係要留意翻清楚啦。好啦，咁咧我哋就去審視翻咧，哇！過去入邊Dickson Biology入邊咧都試過咧去貼題啊，OK，咁呢啲咧就係過去入邊嗰個貼題。咁啊當中入邊你都會見到咧，例如23、24年啊，咁你都會見到咧，以傳統入邊去貼問題嘅方法咧，咁其實落到去都大同小異嘅。其實來來去去咧，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咦？你話會唔會中咧咁樣？咁你咪睇翻轉頭，其實落到去某一啲嘅概念性嘅嘢咧，其實落到去都會中嘅。咁以前嗰個年代咧就容易啲去貼題，咁因為其實問嘅要求同埋個內容咧，相對嚟講就會簡單啲嘅。所以2023年你會見到，咦，Dickson Biology貼咧，其實落到去你會以一個課題性去貼。咁當中入邊其實你睇翻，例如23年、24年、25年嘅話咧，都有相對嘅位會中嘅。好啦，咁跟住咧就睇翻24年嘅 tips 啊。咁24年嘅 tips 再去睇翻24年中唔中啊？又或者25年中唔中嘅話咧，其實你都會相對嚟講，你都會見到，咦，其實落到去都有好多嘅 label 紙貼咗落去話俾大家聽。咦，其實有好多好多嘅位咧，都會有相應嘅東西係會貼得中嘅。好啦，所以當中入邊咧，如果大家你係要去温習嘅話咧，其實你去對應翻呢一啲嘅情景去温嘅話咧，其實落到去都會有好多。咁其實你都會打開份卷嗰時候，你會知道係問緊嗰啲嘅 concept 性嘅嘢㗎啦。OK。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25年嘅 tips 啦。咁25年嘅 tips 咧，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咧，其實咧都已經咧係唔再同大家去貼嗰個課題㗎啦。個原因就係因為咧，其實已經咧好難貼，因為其實你會見到一樣嘢咧，24年去到嗰份卷嘅形式咧，就開始偏離咗以前傳統入邊嘅出發嘅。咁當中入邊你都會見到有好多好多嘅實驗題出現咗啦。咁當中入邊咧嗰啲嘅實驗題咧，你會係點嘅咧？咁落到去咧就係可能係一啲嘅實驗題，跟住有數據有分析有好多嘅。OK，咁啊當中入邊咧，其實24年或者25年嗰個咧，你都會開始見到一樣嘢咧，其實開始咧係出一啲嘅過去歷屆試題嘅難點嘅。所以如果你要温書嗰時候咧，其實你真係要温翻過去歷屆試題。揾翻一啲過去歷屆最難嘅題目同埋 concept 去温，咁你就會開始見到，咦，25年份卷其實我隱隱約約我都會識做份卷嘅，而當中入邊咧，其實好多時你都會見到，因為個 SBA 有新嘅轉變，所以落到去咧問咗好多實驗精神嘅題目嘅，所以你要見到25年咧對於大家嘅要求，尤其是喺實驗嘅部分嚟講咧係好重要嘅。同埋25年份卷，如果你再去睇翻嘅話咧，其實咧去問詞彙嘅理解係非常之深入嘅。OK，所以當中入邊咧，大家你去睇翻25年嗰份卷嗰時候咧，就開始慢慢係一個開幕序幕。而個序幕話俾你聽一樣嘢，其實落到去啲詞彙嘅表達啊，咁落到去有一啲題目，可能睇完之後你都睇唔明嘅，你都要夾硬去答嘅。所以25年份卷你問翻我嘅話咧，其實如果你係死温過去歷屆試題嘅話咧，
已經係成為咗一個基礎。而個基礎話俾大家聽一樣嘢咧，咦？唔係你做晒咁多年嘅試題，喂，我去到跟住嚟緊我就會識做。咁當中入邊你一定要知清楚嚟緊個考核嘅變化，你先至能夠掌握到咧嗰個26年入邊溫書嘅方向嘅。好啦，咁跟住咧就去到26年嘅 tips 啦。咁26年嘅 tips 有啲咩嘢大家你要留意嘅咧？咁樣，咁首先第一樣嘢，個個溫呢個 DSE 8嘅話，一定溫 past paper 噶嘛。OK，咁如果我溫嘅話咧，我就會點樣溫咧？首先嘅第一樣嘢就係12年至25年最難嘅題目咧，你一定係要明嘅。而當中咧，你要記住一樣嘢，26年份卷咧，你一打開嗰時候，你就會見到一樣嘢咧，一定係會問一啲好概念性嘅嘢，仲要係問得好入先。所以當中入邊你嘅溫書嘅形式咧，你就一定要係溫概念性嘅理解嘅。第二件事咧，題型都係今年嘅大熱嘅。咁啊，當中入邊你話，喂25年其實有好多新嘅題型同埋新嘅文化出現，但其實如果你去睇翻咧，呢一啲嘅大熱嘅題型咧，其實落到去過去歷屆又或者會考或者 A level 咧，其實都有跡可尋，你都會見到咧，又係有幾個人出嚟喺度討論啊。咁啊，當中入邊嗰個嘅概念性嘅嘢咧，係擾亂到大家，所以大家咧睇題目個要求咧係要落翻多少少時間，而當中入邊又都會有好多跨課題嘅問題啦，又會擺埋啲實驗啊、數據啊、分析啊，加埋應用嘅層面啦。而當中入邊咧考係真係考好多辦案嘅概念嘅，所以你一定要喺過去歷屆試題入邊揾到啲最難嘅 concept 出嚟。OK，呢樣嘢先至係最關鍵嘅。而當中入邊咧，會唔會擺翻啲新嘅元素喺份卷入邊咧？我都相信會有嘅。你都會見到24年份卷咧，其實當中入邊 AI Jam 幅圖出嚟㗎。OK，所以當中入邊咧一定會有一啲驚喜俾大家嘅。而當中入邊其實再睇落去結構同功能，過去耳熟能詳喺百科入邊常問㗎啦。但係當中入邊你都會見到，例如顯微鏡啊，或者基因工程入邊技巧嘅重要性。咁當中入邊咧，25年嗰份卷入邊，其實你都會見到嗰條 essay 咧，就係譜系同埋呢一個嘅人類基因計劃。咁當中入邊其實呢一啲嘅技術，一個係睇歷史，一個咧就係有個 data 有個資料庫嘅情況之下，跟住咧你去揾翻個簡機序列，跟住裝翻落去對比翻一啲嘢嘅啫。所以當中入邊咧，其實個基因工程嘅技巧其實都係揾證據啫。咁落到去個譜系，咁落到去其實都係收集過去嘅資訊同埋一啲嘅資料啫。咁當中入邊其實就考緊呢樣嘢。OK，顯微鏡咁落到去嘅係用肉眼見唔到嘅嘢，咁落到去你一定要用盡方法，用肉眼去見到個細胞，然後估下個結構同功能嘅啫。咁啊，呢啲大同小異啦，望住幅圖答啊，咁落到去 table 同 graph 啊，咁落到去今年我覺得有機會係會畫 graph 嘅，所以落到去咧，大家你就要準備清楚咧畫 graph 入邊嗰個嘅技巧啦。OK，咁啊落到去望住放大倍率啊、數量啊、形狀啊、位置啊、計數啊，咁落到去呢啲全部都係一啲嘅證據嘅東西嘅啫，留意翻清楚。咁落到去我諗題型係大熱啦，咁當中入邊咧一定係會涉及到有好多實驗嘅精神題目㗎啦，例如啊信度、效度啊、準確度啊咁啊。OK，咁當中入邊過去嘅教學入邊都已經教晒好多呢啲嘅實驗嘅精神㗎啦。OK，但係當中入邊嘅出題嘅形式咧，一定會涉獵到可能本地啊、中國啊或者全球入邊一啲嘅討論同埋爭論嘅，所以大家就要留意翻清楚。咁亦都有機會咧 essay 咧就會問一啲好討論性同埋呢一個爭論性嘅東西，讓大家去嘗試去作答嘅。不過當你去答呢啲卷嗰時候咧，真係要提翻你一樣嘢，睇翻24、25年咧，咁啊當中入邊咧 marking scheme 咧入邊咧真係都幾着重詞彙嘅真正嘅理解，同埋用到啲詞彙出嚟去表達。所以當中入邊咧，當你去答嗰時候咧，過去歷屆嘅試題係 provide 咗一啲嘅答題框架俾大家。第二件事，你一定係要爆寫好多詞彙出嚟，加埋個邏輯同埋長答嘅。所以如果你份卷咧，你答案太短嘅話咧，個 marker 真係好難俾到分你嘅。
所以一定要爆寫，同埋爆寫得嚟一定要落咗好多嘅詞彙落去。好啦，咁啊 E1 E2 我相信都文法係大熱嘅，但係今年究竟係點咧？冇人知有嘅。但係記住一樣嘢，E4嘅難度咧應該會嚟緊咧都會越嚟越高。個原因就係因為25年份卷咧，其實 E4入邊已經開始擺入數據分析題。OK，所以當中入邊如果你係做 E4嘅話，一定要小心一樣嘢，就係嗰個數據分析題嗰個技巧。OK，咁呢一方面咧，大家就係要留意翻26年嘅 Final Tips Dixon Biology 入邊咧，俾咗啲咩精要大家啦。好啦，咁去到呢個溫書嘅優次咧，咁啊點啊？咁呢一年入邊咧，其實咧自己嘅教學嘅轉變咧都好大嘅。咁啊，當中入邊首要嘅第一樣嘢，E1、E2 或者 E4 咧，記得溫 past paper。OK，咁啊，其實都已經好足夠嘅，因為嗰啲嘅 past paper 咧已經提供咗一個好基礎嘅答題框架，同埋落到去咧嗰個嘅答法俾大家噶啦。咁第二件事咧，你會見到有73 MC 同埋148 MC 嘅73MC 係啲咩咧？就係過去歷屆入邊少過40% 嘅 MC，大家一定係要完全理解咗佢。咁啊，當中入邊先能夠處理到嘅。咁148嘅 MC 其實就係新嘅題型，俾同學仔咧去訓練多少少啊，遇到新嘅題型究竟係點樣答咧咁樣。咁依幾年入邊咧，哇，其實落到去咧真係堂堂測嘅。而堂堂測咧就係Dixon Biology入邊咧精選嘅 past paper。所以當你去温書嗰時候，哇咁多 past paper 點温啊咁樣，咁唯獨是得一個方法就係精選嘅 past paper，咁落到我要抽出嚟，而抽出嚟嘅話咧，就係考試局入邊咧會考嘅嘢。所以當中入邊堂堂測咧，如果你真係可以幫到你嘅話，咁咧落到去你就去温。而温係温啲咩咧？温係温個理解，記住温係温理解，唔係淨係 marking scheme 咁簡單。OK， 好啦，而為着最難嘅 concept， 例如大家同學反映嘅，例如光合作用啦，例如呼吸作用啦，例如生態啦，例如呢一個基因啦，例如個轉錄轉譯啦。OK，transcription 同 translation 啦，咁當中入邊身體防禦嘅機制入邊咧，其實都喺 intensive course 入邊咧整咗份俾大家，咁落到去提升翻大家嗰個嘅作答嘅技巧嘅。咁當中入邊亦都會有一啲嘅 SBA 嘅筆記咧，讓大家去提升翻做實驗嗰時候究竟點樣去答 SBA， 又或者嗰個嘅實驗題入邊嘅一啲嘅實驗嘅精神啦。而當中入邊25年去到2012年嘅題目，咁呢樣嘢就真係基礎啦。但係如果你冇時間嘅話，都係嗰句説話，堂堂測可以幫到你嘅。咁啊，仲有例如 pre-mock test 啊、post-mock test 啊，咁啊當中入邊咧都有一啲好精選嘅題目去幫打手嘅。所以當中入邊，如果大家咧你想攞到5或以上嘅話咧，咁其實就可以做啲咩咧咁樣？除咗做以上嘅嘢之外咧，咁落到去其實仲有多少少嘢嘅，就係例如翻篇筆記1啦、翻篇筆記2啦、A level 嘅題目睇多啲以前難嘅題目，究竟嗰個嘅程度，究竟落到係咪真係咁難咧？咁樣同 DSE 嚟比較翻，而當中入邊就係留意翻 Dixon Biology 嘅頻道入邊，當中入邊咧都有好多好多嘅東西或者配套咧，幫大家去備戰㗎。好啦，咁頭先咧你都會見到咧，2026年 Final Tips 入邊咧，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咦？喺傳統入邊加一啲嘅新嘅元素落去。咁因為咧25年份卷咧，喂真係其實幾難貼嗰個嘅情景嘅，所以你都會見到25、26年咧，其實我係冇貼過情景嘅 ，OK。但係當中入邊呢一年入邊咧，我都喺度諗究竟有啲咩嘢可以真係幫到同學仔咧去理解翻清楚咧喺生物科學概念嘅。所以當中入邊咧，我就要喺傳統嘅教學入邊咧加啲新嘅元素落去，就係例如本地啦、中國啦，或者全球入邊咧，究竟有啲咩生物學嘅議題？咁啊，當中入邊嗰個議題咧，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喺呢一度咧拿捏咗好多嘅。OK，咁啊，當中入邊咧，例如一啲嘅抗孔基改嘅農作物啦，同埋一啲嘅 ABA 嘅機制，即係一啲嘅激素嘅機制啦。咁啊，當中入邊例如禽流感啦，同埋北極企鵝入邊嘅爆發啦。咁當中入邊你都會見到咧，有好多好多得意嘅情景，而呢啲得意嘅情景咧，都會涉獵到有好多唔同嘅跨課題嘅情景出現嘅。所以當中入邊咧，你問翻我嘅話咧，我都相信咧26年份卷或者未來出卷嗰個趨勢咧，都會以呢一種嘅形式去
出題嘅，所以大家同學你真係要留意翻清楚。26年打後咧，會多好多呢啲咁嘅情景，大家你係要處理，同埋你真係要真正應用到你學過嘅生物學知識，先至係嚟緊生物科嘅關鍵嘅。好啦，咁仲有啲咩情景咧？咁落到去頭先你要睇26、25年啦，咁24、23年咧都有好多得意嘅情景咧，同大家去分享嘅喎。咁啊，當中入邊例如野火，咁落到去濃煙咧，同光合作用嘅窒息啦。咁當中入邊可能嗰啲嘅濃煙嗰啲嘅灰塵咧，塞住嗰啲嘅氣孔啦。咁啊，當中入邊仲有啲得意嘅地方就係例如光污染問題，同埋落到去個昆蟲嗰個情況。有時候咧，你會見到咧有啲昆蟲咧繞住夜晚嗰啲街燈喺度飛。咁啊，當中入邊咧，你亦都會見到有好多昆蟲咧，例如嗰啲嘅飛蟻咧就會死咗。咁死咗嘅話，其實就會影響到嗰個嘅食物鏈嗰個嘅情況啦。咁當中入邊，例如食物肉，咁啊過去嗰幾年入邊，例如可能有一啲嘅快餐廳入邊有一啲嘅植物肉喎，咁啊落到去當中入邊，其實嗰個培植同埋落到去比起傳統，可能你係種啲草，跟住俾啲牛食嘅話，跟住整嗰啲嘅牛肉出嚟嘅話，咁其實落到亦都可以用到呢一個嘅技術，原來係真係可以細胞分裂啊、細胞分化，咁落到從能量流嘅角度嚟講，去解釋植物肉有啲咩優勢咧咁樣。咁其實有好多好多古靈精怪嘅情景，係突然間咧喺呢一個嘅全球嘅事件發生，所以當中入邊咧，大家真係留意翻清楚。好啦，俾啲得意啲嘅情景俾大家睇一睇啦。咁例如第一樣嘢咧，就係嗰班企鵝啊，嗰班企鵝咧，咁其實咧喺嗰個嘅南極度嘅話咧，其實好凍啊嘛。所以咧嗰班企鵝咧會做啲咩咧？咁落到咧就會攏埋一堆，OK。但係當中入邊如果有隻企鵝有呢一個疾病嘅話咧，咁落到去咁咪會傳染咯。咁咪落到去你咪見到一樣嘢就係，首先第一樣嘢，又要面對凍嘅問題，又要面對傳染病嘅問題，去到最終咧嗰班企鵝咧都係會攏埋一堆，咁落到咪就係集體感染咗同一款嘅疾病，咁就跟住就死亡。咁呢啲嘅情景幾得意。又或者咧，你要見到咧，例如種植嘅問題，咁落到你會見到咧有啲嘅牆壁咧，咁啊為咗綠化啦，或者呢一個嘅降低嗰個大廈嘅溫度嘅話咧，咁落到就會種植一啲植物。但係個問題咧，其實咧種極都唔大喎。咁點解咧？咁落到去原來咧就可能喺高嘅位置嘅話咧，嗰啲氣孔係會閂埋咗。咁落到呢一啲嘅情景咧，其實就係會幫到大家手咧。喺26年打後份卷入邊咧，當你打開份卷嗰時候，你去睇嗰時候咧，你個心會定啲，OK。所以當中入邊咧，你都會見到咧，例如下邊咁樣樣落到去咧，多咗呢一個嘅 MH3排放喎。咁落到去咧，跟住咧有陣風吹咧就吹咗落去唔同嘅地方。咁落到呢啲咪就係氮循環咯。但係個問題咧，如果突然間嗰笪地方氮多咗嘅話咧，咁咪益咗一啲草本植物。咁草本植物嘅話，咁咪吸多啲氮，咁咪生長得快咯。咁生長得快嘅話，咁咪單一種植咗嗰啲嘅植物嘅話，咁落到就會影響到嗰個嘅生物多樣性。OK，咁落到呢啲嘅情景，例如海水酸化嘅問題，又或者喺工廈入邊去做呢一個嘅水耕菜嘅話，突然間成個工廈你冇電嘅話，個氣泵冇咗嘅話，咁落到去突然間嗰啲根部缺少咗氧氣，進行到主動轉運嘅話，咁落到呢啲嘅情景其實就係幾得意嘅。OK，所以大家你就要留意翻清楚啦。好啦，咁仲有啲咩情景可以幫到你啊？咁樣。咁咧，其實咧，哇！呢一期咧，其實咧，我成日都俾蚊針嘅 ，OK。咁啊，當中入邊咧，好耐都冇出過蚊嘅課題啦。所以大家如果你要温書嗰時候咧，你一定要温一啲同蚊有關嘅課題啦。咁啊，當中入邊，例如去到下邊嘅呢條題目，喂，咁啊，可能因為嗰個嘅疾病嘅情況，咁頂級嘅一啲嘅捕食者咧，咁落到就死亡咗。咁去到後期咧，去到下邊嘅話咧，嗰啲嘅生產者咧就會俾初級消費者食晒。咁落到有啲咩影響啊？咁樣，咁嗰個影響就大啦。因為其實個初級消費者係提供食物嘅來源去俾其他生物體噶嘛。
所以當中入邊你都會見到一啲咁全球嘅情景，又或者全球暖化問題，咁落到原來咧有一啲嘅病毒咧，其實係封印咗喺呢一個嘅冰封度嘅。咁啊，當中入邊全球暖化啲冰融咗，咁落到去釋放咗出嚟嘅話，同你嗰個嘅傳染病嗰個嘅身體防禦機制嗰個嘅情況嘅爆發，咁當中入邊嗰個嘅情景個諗法，即係蚊嘅議題啦，又或者呢個嘅一啲地區性嘅地震，咁當中入邊去修復翻個地嘅話，其實落到去望翻題目嘅情景係原生演體嚟嘅喎，唔係次生演體嚟嘅喎，留意翻清楚一樣嘢喎 ，OK？咁而去到最後就係美國真係有一啲嘅事件係啲咩咧？就係嗰個蟬嘅爆發 ，OK？個蟬嘅爆發嘅情況之下咧，雖然係有呢個捕食者，但係個問題因為個生殖繁殖嘅率大，所以去到後期咧有幾個年份入邊咧，其實落到去嗰啲蟬咧係會突然間飆高咗出嚟㗎。OK，咁呢一啲咧就係一啲本土嘅情景，或者全球嘅情景，都有機會喺 DSE Bio 入邊咧係嚟緊會出好多，所以大家就真係要留意翻清楚啦。好啦，仲有啲咩情景得意咧？咁樣就係淤泥啊。咁啊，淤泥入邊咧，其實咧就係一啲嘅藍炭事件啊。OK，藍炭啊。咁當中入邊咧，其實咧原來個淤泥入邊咧有好多呢一個嘅有機物喺度嘅。咁啊，當中入邊，但係淤泥入邊咧又缺少氧氣喎，所以我哋就會講原來呢啲淤泥嘅情況咧就係一啲嘅藍炭，而當中入邊咧種植一啲嘅植物。咁當中入邊原來咧有啲嘅植物咧嘅構造咧有啲嘅通氣嘅組織嘅，所以當中入邊咧其實去到後期點解要種植呢啲植物咧？就係要減少淤泥入邊有一啲嘅毒素放出嚟啦。例如植物肉入邊，你又要留意翻清楚一樣嘅就係呢條題目咧就係如果我攞咗個幹細胞出嚟，咁跟住咧進行呢個細胞分裂同埋分化嘅話，咁啊能夠形成到嗰個肉嘅質地咯。好啦，但係個問題，如果你用傳統嘅形式嘅話咧，你就要靠食草啦。咁當中入邊食草嘅話，咁落到去由草去到隻牛度嘅話，咁落到去能量流失咗成90%，因為落到有啲嘅代謝狀啊，例如呼吸狀啊，例如食草嘅綠色嘅部分啊，唔食根啊咁樣，所以咧淨係得10%能夠傳到俾隻牛嘅啫，能量就咁樣流失咗。但係當中入邊，如果你用到呢個技術嘅話咧，就能夠高效率地將啲能量100%能夠俾到嗰個細胞形成呢個植物肉，咁咪慳咗能量。咁呢啲嘅情景係非常非常得意嘅。例如亞馬遜森林咁落到去斬咗好多嘅樹木，跟住落到去就要去種植農場畜牧業咁樣，咁落到就會影響到個蒸騰作用，又影響到個水循環。咁落到去身體防禦機制入邊又點出咧？蜜蜂疫苗咁落到去係俾個蜂后食，唔會俾啲工蜂食嘅。咁啊，當中入邊因為你俾個蜂后嘅話，蜂后係會產生嗰啲卵，然後產生好多工蜂。OK，咁呢一個嘅咁嘅情況，例如有啲主動免疫同埋被動免疫，咁當中入邊嗰個情況，咁當中入邊例如呢個嘅頭先講咗嘅野火一啲嘅灰塵喺個植物度嘅表面塞住咗個氣孔。咁落到去又可以問翻你補償點嘅問題，亦都可以問你光合作用嘅問題。頭先講咗嘅，例如嗰啲飛蛾咧喺度打圈咁樣喺度轉啦，喺啲街燈度，光污染又點樣影響到個生態咧？咁樣，咁你越聽就會越多，你就會見到一樣嘢，咦，原來出題嘅形式可以喺一個咁傳統嘅情況之下變化咁大嘅。又或者你再睇落去嘅話咧，就係呢個代糖。咁啊，代糖入邊我都好中意飲曲斯露㗎。OK，咁啊，當中入邊咗個腦，咁落到去又可以問翻你糖尿病嘅問題，或者負反饋機制嘅問題。OK，咁當中入邊有啲嘅兩棲類蠑螈，有啲嘅皮膚嘅問題。咁落到去大家讀過兩棲類動物，例如嗰啲嘅青蛙咧，
又或者嗰啲蟾蜍咧要靠皮膚呼吸噶嘛。咁有啲嘅皮膚病嘅話，咁落到去咪就係成個角質化咗個皮膚，咁啊當中入邊成個擴散嘅距離就會增大咗，咁落到去攞到氧氣嘅情況就少咗，同埋落到去攞氧氣少咗嘅話，咁咪影響到個轉用轉運咯。而去到下邊嗰個嘅蜜蜂嘅事件，咁當中入邊有啲嘅油菜花田，其實有好多啊！你見到旅遊節目入邊有好多講咩油菜花田咁樣，咁單一種植呢啲嘅植物，咁去到後期嘅話咧，影響到蜜蜂嘅一啲嘅數量，好全球噶，你見到，所以當中入邊咧，大家點解你要睇多啲呢啲題目咧？個原因就係因為當你打開份卷嗰時候，你一定會見到一樣嘢，有好多陌生嘅情景，大家未見過嘅。又或者繼續再去睇細胞分裂啦，你都會見到咧，近年來出卷嘅趨勢係點樣咧？問到好入嘅，即係越例如呢一個嘅核型，喂點樣整出嚟㗎？咁好明顯就係 DLS， 跟住前中後末，咁落到去你就要砌啦。咁當中入邊呢幅圖入邊究竟係邊一個嘅細胞分裂嘅階段整出嚟嘅咧？咁樣大家你又要問到咁仔細。當你讀嗰時候就係要讀到咁深入。下邊一啲嘅基因工程嘅題目，咁落到去其實過去都有歷屆試題出過嘅，就係整咗個合成嘅多亞金酸，黐咗落去單鏈度嘅 MRM 度形成雙鏈，咁落到個 tRNA 個反密碼紙就對應唔到 mRNA 嘅密碼紙，所以落到去轉譯度會停咗呢啲咁嘅機制。去到隔離嗰條題目，肌孔肯亞熱，過去都有出現過呢一個嘅傳染病，而當中入邊點樣去處理呢個肌孔亞熱咧？用基因工程嘅方法 ，OK， 所以當中入邊咧，突然間你就會見到喺傳統嘅題目入邊23年 ，OK， 傳統嘅題目去到24、25年多咗好多呢啲新穎嘅題目出嚟考核考生，所以點解你會覺得份卷難咧？就係咁樣樣咯。又例如佢出咗桑基魚塘，咁落到去原來的新biology又揾到有一啲叫做蟹道共生，又或者呢一個嘅鴨道共生，落到去其實落到去都可以以出題嘅形式去出，例如數據分析題啊，又或者你見到基因嘅題目 ，OK， 而基因嘅題目你都會見到一樣嘢，一出就出最難，例如首先第一樣嘢先分顯性隱性。跟住再睇嗰個嘅等位基因，究竟喺常驗色體同埋性驗色體上面，一問就問到咁難啦。所以當中入邊，如果你温書嗰時候，一定係要揾到12至25年入邊最難嘅題目出嚟，然後了解個 concept，了解到好深，你先能夠答得到啲問題㗎。又或者去到 E1 同 E2 嗰時候咧，我過去入邊又出過啲咩題目咧咁樣？咁例如呢一個嘅微塑膠，咁落到去微塑膠又會影響到呢一個嘅ADH 個情況。OK， 好啦，第二件事，你去跑馬拉松，大家都知道的新biology咧都係準備緊跑呢個馬拉松嘅。咁當中入邊你都會見到下邊入邊，咦？呢幅圖發生咩事咧？跑下跑下嘅話咧，咁究竟去到後期咧？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咦？點解嗰個人會皮膚會變得蒼白，同埋落到去會停止出汗嘅咧？點樣去作出一個嘅取捨？因為你比緊賽㗎嘛 ，OK， 你肌肉收縮緊，你要多啲血液㗎嘛，所以當中入邊嘅呢啲嘅取捨就係嚟緊出題分唔分到攞5同攞唔到5嘅同學仔嘅能力啦。所以當中入邊你就會見到一樣嘢，咦？點解無端端俾你睇多啲呢啲題目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原來係可以咁樣去出題。當你睇得越多呢啲題目嘅話咧，你個心就會定啦。例如 E2 入邊又有啲咩咧？頭先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呢一個嘅鴨道共生啦。咁當中入邊就係問呢一個傳統入邊 OK 落化肥啦，同埋落到鴨道共生入邊嗰個模式去作出一啲嘅比較啦。又或者25年嗰條題目咧，其實落到就問過呢個臨窗事件嘅。
咁啊，當中入邊呢個臨窗事件咧，Dixon Biology 咧就試試用翻2018年嘅山竹事件咧，去睇翻呢一個嘅 microhabitat，OK，microhabitat 呢一個嘅微嘅生境入邊咧，去創造咗原來一啲嘅生境出嚟咧，去增加嗰個嘅生物多樣性嘅 OK，所以 that's why 去到後期咧，如果你問翻我嘅話咧，其實大家睇咁多嘅話咧，我都相信你打開問卷嗰時候咧，你一定係會見到一啲本地啦、中國啦，又或者全球嘅一啲議題嘅。好啦，去到最後啦，咁如果你睇到呢一版嘅話咧，我哋都差唔多完㗎啦 OK。咁25年嘅 Final Tips 入邊咧，你都會見到一樣嘢咧，我都寫咗呢一版嘅。時間真係有限，其實 Dixon Biology咧時間都有限，但個問題係咧盡力 OK，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呢個心態上咧，亦都構成咗咧大家你一生嘅底氣。記住一樣嘢，時間係真係有限嘅，但係個問題係記住一樣嘢，問下自己你盡咗力未？呢樣嘢係非常之重要嘅。好啦，跟住咧就去到最後一版啦。咁最後一版入邊咧，其實咧都係要鼓勵翻啲同學仔，就係啲咩咧？25年咧，其實落到去咧，其實咧就好多同學咧真係反映咗咧份卷咧唔識做。好啦，但係個問題，大家你心態上你要點樣去處理咧？首先第一樣嘢一定係要允許一切發生。25年份卷真係難嘅，因為其實你問翻我嘅話咧，睇翻過去嘅歷屆試題入邊咧，真係未見過去咁樣去出題。OK， 好啦，但係個問題係，首先第一樣嘢一定係要處理咗自己嗰個嘅情緒先。呢個情緒咧點解要處理咧？個原因就係你永遠覺得嗰樣嘢難嘅話咧，就一定係難嘅。所以一定係要處理咗個情緒先。處理咗個情緒之後，你要處理嘅第二樣嘢就係放棄翻舊有概念。喂，Bio唔係應該係咁嘅喎，咁樣。但係你睇翻25年份卷，我允許咗一切嘅發生。咦，原來落到係可以咁樣出題嘅。咁跟住跟手，你就要去接受植入呢一個嘅新嘅信念落去。咦，落到去點解今次 Dixon Biology嘅 Final Tips 入邊係會俾好多呢啲咁嘅情景大家咧？個原因就係因為當你植入咗呢個思維模式喺你個腦海度嘅話咧，然後你就行動。4月20號俾心機做好你嗰份卷，咁因為更好嘅自己就會喺4月20號度出現喺你面前啦。OK， 所以咧過去嘅同學仔咁落到去，其實咧呢個study leave 入邊咧，其實咧 Dixon 咧就 send 咗好多呢一啲嘅鼓勵性嘅説話去鼓勵大家噶啦。咁呢一度咧去到最後咧，都希望鼓勵到大家一樣嘢，記住一樣嘢，努力嘅奮鬥咧，其實落到嚟唔係為咗俾人睇，最緊要係俾你自己睇。呢一樣嘢係你自己一生嘅底氣。Dixon Biology咧都對 Bio 咧都冇乜天賦啊，反正不過只係可以做一樣嘢，不斷重複，不斷咁重複做晒每一條嘅試題，每行每一步都計數嘅。咁點解會咁樣咧？個原因就係因為為自己未來去鋪路。OK， 所以 that's why 去到後期回望翻過去，咁落到去其實咁辛苦讀書，其實落到去你試下諗一樣嘢，你出到嚟可能你第日都冇機會去考呢個考試，但係個問題你翻返轉頭，你試下諗下一樣嘢，突然間有一刻入邊你諗翻轉頭，咦喺個咁孤獨嘅情景入邊，咦你都能夠捱得過去。當你捱得過去嘅話，咁落到去未來嘅挑戰，我都相信你捱到嘅。OK， 所以俾心機，2026年期望大家有個好消息，同埋落到去一定要處理咗你呢一個嘅心態上嘅嘢先。份卷係難，你要允許一切發生。第二件事嘅話，更好嘅自己就會喺你面前出現㗎啦。大家加油啊！拜拜。